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八字 ABC。咁我係肥仔輝。咁今日想同大家講咩呢？就係講呢，今日如常啦，正月15啦，咁我就上到黃大仙元清閣呢，就幫手做一個解機解籤嘅服務。咁就獲得咗影一張相，就睇到佢呢，就係出咗丙午年正月12號呢，就出咗一段大仙嘅基文啦嘅符基基文。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因為都有講到香港嘅情況啦，世界嘅局勢啦，或者係一啲經濟上面嘅變化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諗下嚟緊呢年點樣處理呢？點樣做會幫到大家手。希望信則有，不信則無啦。咁應該大家都喺上年2025啦，或者2024啊，一路咧都會喺唔同 channel 度睇過呢啲基文出現咗。咁個人小弟覺得係非常準確嘅。咁既然咁啱我有，咁我唔知其他師兄弟 post 咗未，或者係有冇俾大家。咁希望可以幫大家得到第一手資訊咧，喺唔同各方面做都可以幫到手。咁多口一提啦，讀個基文之前啦，咁有2頁嘅，因為基文都要啲時間讀嘅。咁多口一提咧，就係元清咧而家係有化太歲嘅服務嘅，咁即係有道觀咧會用令咧，我哋會幫你去飛符啦，去化太歲。咁如果犯太歲犯得嚴重嘅朋友咧，即係我覺得係幾有幫助，我個人真係覺得。咁佢化太歲嘅服務咧，冇記錯108蚊一位，咁隨緣落座嘅啫，其實都係。咁我覺得係幾好嘅，至少比起坊間其他嘅拜太歲當然都係好啦。咁但係用道觀化太歲咧，可能大家會少聽啲。咁但係講到道教嘅事情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年頭，除咗祈福道場之外，常見嘅服務，亦都係 typical for 你個人會寫埋地址啊、八字啊、邊個方向啊，我哋去處理一啲嘢。咁如果覺得犯太歲或者新一年12月啊、11月開始覺得，哇呢幾個月真係零舍黑仔喎，咁點算呢？可能真係個命犯太歲，因為大家知犯太歲就唔係年噶嘛，可能係月日時犯太歲噶嘛，咁都會有影響嘅。咁所以多口講句。咁咧平時肥仔輝初15都喺上面做解籤解機嘅服務啦。咁義務工作嘅，因為元清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做呢件事。咁今年咧出咗呢個基文啦，咁我盡快同大家讀一讀啦，希望幫到大家去諗。咁由盡快，但係句子咧就唔一定大家理解到嘅。有機會我會 post 埋嗰個相上去問咗 offer 嘅話，咁但係而家我可能讀俾大家聽咧。咁希望我冇認錯字啦，因為佢哋手字有時我解機都唔係次次睇得到，有時都要問啲師兄請教。咁2頁嘅第一句就係當然係蝦行先嘅啦，哈咁樣咧，咁就丙流轉順知界望，五火合璧共一力。歲月漫長多變化，年運蹉跎仍未轉，香江力拔扭一變。咁呢個好明顯就係講緊而家個情況啦。跟住就係民望調民生福祉行，扶持行業盡力解，卜內還是待時機啊！真係待時機啊！國家配套經濟援，家興支持臨終解，望求國變能中推，股市衝擊風險平。呢個緊要啦，嗱，大家聽住啊，去到股市衝擊風險平，下一句就係咩呢？衝望28000中上，破關31何成求，金銀鋼鋁微升進，貨幣仍有多變數，油價低落仍守着，風險特幣力評估，人民幣出略增進。確實係非常之長啊！仲有後邊嗰段啊，咁我哋已經講咗香港嘅環境啦、國家嘅情況啦、股市啦、香港股票啦、金銀鋼鋁啦、貨幣啦、油價啦、風險啦、人民幣啦，所以我成日話大仙真係好 in 嘅，佢真係話俾我哋聽好多唔同嘅資訊。咁信不信由你，我只係分享翻個資訊俾大家聽啫。咁第2頁係咩呢？第2頁就係港紙回低難中起，美股低出來一起，歐洲固然
佔一盡，東南亞股突出騰，還是投資力小心。煙火運化世界變，中東難料仍不停，南美轉來苦中口，歷盡滄桑平民傷。運漢小國力淒怨，無盡變來人掌權。無盡變來人權掌，天然災難預不測。南北極轉漸溶裂，世轉萬途非一境。能於盡望看變化，智能科技突出來。日望超出必然定，今回細說解一元。運望善行自造福，吾乃憑道是也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今年呢，我睇翻上面呢，應該寫係丙午年正月12號，即係3日前出嘅俾一眾嘅基民啊，內部當然都有啦。咁一眾嘅基民嚟嘅。咁希望啱啱以上嘅基民咧，肥仔輝當然唔敢話去解咁詳盡嘅基民啦。咁但係盡量希望讀咗一次俾大家聽咧，各方有識之士諗到有啲咩意思咧，可以喺下低留言話翻俾大家聽。希望大家分享到究竟係點樣嘅情況喎，會點樣去 planning 咧？特別係除咗人身安全要注意之外，佢頭先講咗好多係股市啦、港股啊、金銀啊、油啊、人民幣啊、美股啊、歐洲、東南亞、世態環境都講晒㗎啦。好老實講，大仙真係好犀利。咁對於我哋真係除咗命理上面咧，咁大家知肥仔輝喺金融業上面都有做緊啦，咁所以我哋相信去理解呢啲嘢咧，係for大家自己各自去諗啊，咩股票乜係咪有分別咧，都可以去反思下。咁如果有各方大師聽到，呢幾句代表啲咩咧，諗到嘅話都可以留言話翻俾大家聽。希望大家幫到手，就係可以令到大家生活更加好，生活日日開心啲啦，自己開心啲啦，大家豐盛啲啦，互相幫忙。我相信世界會更好嘅，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。其實丙午年咧，啱啱已經開始打仗啦。其實火得咁重咧，唔好話你哋，我都嘈咗好多。好老實講，另外同今朝黃大仙廟一個善信講對唔住，唔好意思啊。因為裝香嘅時候咧，我收緊香嘅時候，突然間拱我辣親隻手，咁所以咧我發脾氣真係發得好大，真係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。我知唔應該喺廟發脾氣嘅，但係有時大家真係盡力就一就啦，因為有時真係。呢丙午年真係嘈，我相信大家都嘈。如果可以嘅就飲多啲涼茶啦，飲多啲剩啦。咁希望令到大家都會係安心啲、peaceful 啲、舒服啲。唔好似我咁無啦啦就急進咗一下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係咁有緣見面咁就同你講聲唔好意思。咁其他嚟講咧就我師傅都同我講嘅，真係要放鬆啲個人啊。可能火重啊，唔係你火重，亦都我火重。大家可能路邊經過撞一撞就鬧人㗎啦，或者係特別急進。今日15，我諗呢10幾日裏邊咧，我有3、4次咧係覺得自己突然之間有一種接近控制唔到嘅情緒，係覺得哇好嬲好嬲，突然之間好嬲嘅。咁當然之後我知自己錯啦，可能1、2分鐘或者10幾秒之後知，但係好少以往年間咧有咁嘅情況出現嘅，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。如果大家都有咁嘅情況，留言話俾我知啊。咁如果個個都有嘅時候，咁真係要諗下我哋點樣令到自己 calm down peaceful 一啲，先至會好啲。因為今日天氣唔熱嘅，冇理由因為熱而搞到我咁樣做啊。咁但係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時候咧，就會衍生好多其他嘅問題出現。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。咁鬧交就係咁噶啦，我鬧人縮咗，咁咪冇再嘈落去咯。或者佢鬧我，我縮咗，咁咪大家唔再嘈落去咯。咁只要有一個肯走開，你知一隻手掌拍唔響啊嘛。有一個人走開咧，咁好多事情都可以 calm down 一啲嘅。咁希望我今日分享呢段黃大仙嘅基民啦，係可以幫到大家點樣去營運啦，或者我哋嘅經營，我哋下一年嘅有啲希望丙午年大家幫助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事業順利。Thank you，拜拜。